接来做客，欢迎来了。我们节目替班的是两个来宾，共下来上节目，头都还瞧一下灯呢。做嘛一定要两个人共下，唔等下录低啊。因为係嗰個創國嘅寫下我嘅同文成呢種創，一同同一齊歡迎。大家好，我哋同文成呢重創，係只一同，係妹妹一齊。哦，啊，都係真嘅有唱到人來，和大家錄低，做嘛是唔得一對人，然後係啊，如果英國冇嘛嘅通告係一對人嘅啦，可能都係兩個共下。係，應該都係兩曬用下。係名嘅都有同文成嘅。嘿，一曬就如果二重唱嘅都可以一對人。係，是要一曬嘅番號出嚟單飛啊。你最多單飛係喺對路卡兩個人。係啊係啊。係啊，都兩姊妹共下嘅團體其實就蠻適。韓國唔是講能要去客家，啊，雖然韓國後生，不過一天遇過到過奇妙嘅故事，裡面陸家人呢帶來嘅小物，來認識呢，係啦，教出嚟本來嚟地方，對一同嘅一齊來講，重要嘅物品係乜嘅？哇塞，哎呦！這看起來很不像正式的小屋。也叫英國睇假錄啲，嗰種嘢都卡到 OK 嘛？吼，賣古嘅賣古嘅臘味啊，這個為什麼對你們是重要物品？兩次有故事。開始前啊，我爸爸下晝因為佢做生意嘛，下晝3秒嘅時間，佢要買一套卡拉 OK。係做乜嘅生意？係賣做豬肉嘅。哦，因為我阿公就係唔係用我阿太開始就開始賣豬肉，我爸爸最尾聽住我阿公，嗰時候我阿公就然後佢講嘢啊，我阿哥啊，因為佢都還有4隻肉嘛，佢一天3隻嘅，嗰時候佢就攞佢講嘢吼，我阿哥哦，我阿太講呢個全部都。就聽上嚟，然後當然留下來，係少錯啲事。呢啲係私藏嘅豬肉檔嘅做法，係零售嘅。嗰時你其實講好啊，梗係要一百，因為我阿婆前幾年張做劇嘛，嗰時咧佢要用一隻黑白地圖，用我爸爸嘅畢業證書。對，我想講係唔係佢跳白出唔好讀書，所以佢那個畢業證書那個夾沒去都有印象。哎呦，我難得哦，原來哦。我社會。對，就我哋把縫貼安樣，係裝啲係阿婆嘅用意，就係講冇愛爸爸出去就是工作，找工作啊，留下來，留下來。因為以前找工作好像要畢業證書還是什麼，高中啊，高中啊，好像是我沒有去。不說希望伊留下來接下一個單，啊，錄接嘅，啊，爸爸做生意，哦，因為買豬肉貴州路收攤呢。古時候下豬嘅時節，基礎動下衝過，睇哪衝？豬肉檔幾片啊？唔係啊，喺度打衝，佢就都係過當咗3就衝過，然後基礎要買一條鐵爬啦 ，OK 哦。係T100嘅印象就係啲乜嘅55688好小杯，還記得啦，就會咁用，那種那個歌曲。我爸爸佢好衝過誒，迷你衝。做在度，所以講明嘅衝動。哦，不過你晚上就耳濡目染。對，做在愛用功，唔講劍係盡量嘅。就是窗口搞嘅，係有人講，那就係就是防小虎的反射，然後說沒有啊，那麼厲害。爸爸好衝，媽媽有好衝冇？媽媽就唔好咧，佢講佢五音不全。哦，唔能咯，你會睇到衝下？我都細細嘅時節叫10年啦，16年，然後就爸爸都會啦，然後講女啊，女六的，狗六，然後會準備跟就是泡好的牛奶帶上去，有沒有？然後爸爸第一個衝過，然後就躺在那邊喝牛奶。然後就這樣一直聽，然後睡着了就睡着，沙發上的。咁表示爸爸衝咧唔會吵啊，還可以睡，還可以睡咯。做對了。哦，能有多乜嘅時期開始去咁樣去拿賣股嘅衝動？一開始人哋會接觸衝股嘅時間係因為佢去到媽媽講做地本佢去好跳舞，還係衝股冇。哦，首先開始。哦，同爸爸嘅
亲戚跟我关系，可是就是有一直听嘿音韩国诶。对，错。哦，好，刚才嚟看天意方對廿個一同一層，你會買嘅因為我朋友係買嘅咧。買嘅東西。誒，啊，我小朋友。1806年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高中學生組4強，係留定哦。你呢參加比賽。係，其實我上愛拿嘅係較細嘅時節嘅，但係實在係簽唔到。嗰時唔係高中咱參加，唔係。國小就開始。國小國中就開始咧，但係實在係簽唔到。嗰時能從細錄下就係講下。其實我阿婆啊，佢有一啲日本時代嘅時節，就有本名就是教書，他就是不怕有錢，然後可以去好搞圖書。不是我有受過教育，而家貴語全不會講嘅。對呀，嗰時候會講，都係貴語。係哦，阿婆，唔係講下，爸爸呢？爸爸講下，爸爸講回課。佢唔能講下。要能講下嚇，冇誒，小誒，就去談下度。係哦，我更加都了解講啊，咪了喏。冇，上家條我了到啦，韓國我就好啦。啊唔過你喺國小嘅時節，因為係客語，嗰個本先生。係，最愛用，愛用。啊唔過家下其實冇嘛會講，你係硬開，係。而家用時種水果咧，水果用水果，是唔啲嘛？嗰時候都會用那個注音，其實你下看根本念不出來，因為人少少些，小小，根本念不出來。因為剛剛唔要用嚟注啊，冇辦法完全用注音嘛。按用時態數給你冇按封篇，你還有嘛個客語叫日篇，對嘛？係啊，係啊，嘛個羅馬，你剛用是冇啊？就是只有欣賞高嘅，啊，然後就下去了。一個係能扮演去參加，張妹妹，唔冇，我嘅唔係按用。你要參加，我要參加。同細嘅時節欣賞啲你會講下，有時嘅朋友啊，都會講，佢會講下，最簡單咧。係，我就引落來去欣賞啦，講到欣賞。個係能成績好嘅嗰種，還係就係因為會講下，還係很活潑，叫做會本人。佢有時應該係因為人哋細嘅時節有看到苗片，有表演家小朋友啲舞台搭講古，係要唱歌。媽媽就講，你哋韓啲舞台就去前嘅下期嘅欣賞，以後嘅下期嘅欣賞就搞一啲動作啊，譬如講講古，還有唱歌啊，大家都會，因為媽媽都可能嚟韓，韓出去看電視，要看唔到物嘅，但係喺內邊都去下沙期，學講法，學表演。人家他就會馬上答應，你們算活潑的小孩係咪？我應該係，咁有時細唔係從厲害，激動啲。非常嘅屌。係，跟我去參加嘅沙期，我就老媽媽講，媽媽我念皮，冇皮啊，我唔講一定皮。咁媽媽就抓一個，就是靠其他的一點。你有冇還有私下聲音啦？係，T10嘅專業嘅。事業路係姊妹？沒有，太子一隻嗰個，然後就嗌係有妹。因為唔想去，又唔想去第二，要拖姐強啊。係啊，就我而家好啊，我想來去讀書嘅。佢誒要喜歡嚇，喜歡唱歌嘅也得。唱歌係當喜歡，佢聽咪接觸到該講古，咪就想逃學。家係是有去演講也得，朗讀也得，有唱歌嘅比賽嚇。沒有，家用是學嘅嗰套到本土歌謠，就唱同山歌對吧？咪嘅天光老師聲熱嚟。上去舞台會緊張嘛？唔會哦。家用是拿到麥克風嘅時候，會記住，係會記住。因為唔該點嘛，你嚇。送到舞台嘅時候想講。
做嘛會解女咯，你给我，要嚟，係啊，都冇想到最面也係討論都多見嘅。係啊，我哋嚟開啲神好重要嘅物品，可能係乜嘅？就係一個人嘅體重嘅轉勢，一個係用嚟郵寄費水稻轉勢嘅咯。因為2021年嘅時節，客委會有完全會客家條行引導太少，該太少嘅內容所以講，假使你有你配嘅話，就做得有制頭嘅形式，1 by 1制頭係用，該用時然後被分派嘅情況，就係羅宇老師問嘅，然後問個就鼓勵然後，該用時然後係反送語嘅，就是盧廣仲，該數個，該問個就然後就你就用會想會自家創作咯，然後嚟做一種真心，然後就是開始嚟，該用時人唔會創作。對啊，咩唔會彈吉他？都連吉他都係唔會彈咯。因為人哋細細嘅時係學鋼琴嘅。都係咧。係啊，都係你應講。講下少少，都講講咗。你真係一本影片嚟。哇，都係咧，差唔多一條一條嚟下，又下出嚟一種真心咯。該底部有8首歌曲嘛，有5首歌係人哋自家嘅創作。我估呢份咧嗬，不過人哋咧要度到細細嘅困難，因為人哋嘅發行嘅時節就係疫情爆發嘅時，不是懂得宣傳啊，還係個另外行銷啊，都內容都被干擾。係，唔過就算要出嚟體種，後半咩要貼喺啲咁咧，因為下個技術多種嚟，先從技術打嘴鼓，先殺一扎。看電機嘅書，然後就講人上去上台，你就在台下，然後就伴奏，然後佢唱歌，唱佢叫咧，說實話係玩太火大，看着自己說完蛋了，完蛋。現在做咁樣嘢來了，今日嚟做了嘅係同文成一重創，也係一同同一層嗬。唐豆能用嘅講法都感覺，果然是兩姐妹，就默契很好啊咧。唔會哦，係啊，非常好，我演㗎，因為都係你看一開始這個理想，我妹妹頭去鄉下上課唱歌嘅，後來又參加一個客家嘅流行音樂嘅比賽，又開始創作，做出嚟專輯，其實這都不是很多年間咧。真幾耐嘅。其實你算成績也算真蠻好，不過你行嘅路蠻特別的。我也覺得，你感覺什麼都做。因為2年來，雖然當初轉習間下讀到疫情，不過好像你參加咩因為有個社團媒體啊，感覺你又行出喺啲個書嗰冇咁樣嘅路，人哋有關於以下嘅咩咁樣你帶來嘅小物，小到看下嘅，感覺做得很精美。對，所以你下都係本人的嘛，嗬，有個係果米做嘅。係，N L D 2020年嘅時節，我記拍一隻海邊的卡夫卡，就係佢因為下擺會讀緊咧，係最尾年我寫嘢，對，我就想說，客家嘅團體有東西有許多 live 去買個售票演唱會，對，嗰時候咧 N L 就讀到2家粉絲，他超酷的。佢平常帶啲準備，佢有一版 NLD 關係，就係表演仙草節表演嘅時節，然後佢就坐啲街就非常巧，然後佢東西會 NL talking 係乜嘅嘢啲啊，然後就 NL表演嘅時節就懂笑，然後佢咩
哎用嘅，所以冇嘢，對對冇嘢，然後佢就講，佢contact and 嘅發通嘅時間，佢就私訊我哋度，keep and 嘅表來，然後下邊還有其他嘅發通嘛，咁 and 就想誒，就是宣傳 and 嘅那個 live house 嚟用，咁佢就講好啊，我去我去我嘅妹妹係喺副拍嘅朋友，咁結束嘅時間，佢就幫 and 嚟隻卡片，你確定是佢動用先係啲該做嘅，唔係下停停嘅，還有鳥啊，還有錢啊，還有花啊，還有要下，也還能聽音樂，係咪？聽音樂2週年啊，對。下波喺街東安古橋，喺兩新竹關係都有名嘅景點。佢要攞開分享一隻故事，因為佢平常嘅時間你想要當一個消防員。一個女生想要去當消防員，你講冇按鍵單，我下裡面冇按幾次，該用時佢就私訊嚟講，看你都不理解，幹我就會充電，就是你要找我充電那種，哎，可以心靈導師哦，我也不會的。然後人家就在講，唔是嘅啊，就去做啊，你去做，至少你還第二嘅曾經你做過，唔係冇做。很奇妙哦，有個煩惱還會同人哋講。對，然後就當成哎，都給這愛用。是很對，我就是如果親近，如果有人願意跟我們分享故事，就會分享嘅心得。然後佢就講，哎，他覺得佢想要做一張卡片俾 Angel，因為在這個求夢的路上，他曾經就是向我們充電，他想要做一個卡片大師。對，哦，做得都很上癮。哈，能飛蠻耐去演衝啊！有拄到安尼，本年過港通嘅情形，有過很棘手嘅狀況哈。有一擺咧，Angel就啲舞台行想講，有學生同學衝過嘛，該就有一場新嘅去看電結束，然後就講嚟想要上台，我話你想要再衝下，Angel就伴奏，然後佢就衝過，所以衝佢叫咧，想說衝落去。玩太火大了，看着姐姐說完蛋了，完蛋了。然後就說我很喜歡唱歌，可是我的家人不支持我。他說我在家裡唱歌都被嫌吵。然後我第一次唱給300個人、400個人聽，所以他很感動啊。然後就說 ：“Oh my god， 我沒有遇過這樣子的校園，又是每個的節目，就 Oh my god。”人家就是表演以外還要主持，能當下呢？你給我能用的反應。哇，完蛋了，玩過了。不公，眼淚是什麼？對，然後就說好，這樣子好，就安靜，同學，不要勉強的。好酷，對，貼拍的緊張嘛。不過演衝的時間都是很 OK 的。對，都 OK。冇讀到過給觀眾本人的反應，是你們覺得很錯愕的？很錯愕。有讀到奇怪的觀眾嗎？還好。希望不要。可能都係啊，可能佢定一下佢特徵啊，可能佢能講還有呢，當我一定貼拍的新呢，哪一東西？嘅貴少邊樣嘅時節？我想6年級嘅時節，下分10年後的自己的時光膠囊。所以也個係劉一成，下本劉一成。因為佢嘅難題咧。改個係就按度後就好搞嘅，就是因為時光膠囊會塞到泥土裡邊。那種改個班級的集體部分反正考很多，又唔記得人家10年前下分去改嘛改。一定唔會記得嘅呀。我感覺是講安尼我叫出來吧。就係嘅新嘅時節，第一行咧，講到老妹嘅鹹菜藝，唔驚係咁樣嘅叫嚟啊！期待啊！反正唔知下嘛該。哇，講到是也過咗6年生，下本期改10年後嘅期改。很那個時間開始，哇！我第一行的時候我就哇不得了了，因為你有下過，你有啲解10年過後嘅唔好喎，有個火嘅嘛，有嘛，也說好嘛，杭州的。哦，你的唱歌有 good 的嗎？
还有几多年前表演哈，我有几多年前，哎呦，你的愿望实现呢？对，好恐怖。没希望你小气的个性可以。有冇一个吗？这我觉得没有，也不用超提防嘅，就是你唔会乱买。对啊，对，有给务实派。对啊，还有说有去过的请打都没有。都没有。哦，还蛮有，都还蛮有。哦哟。对啊，都提前哎。你该有是大块新的事情。姐姐，不是风筝那个忍不住係嘛嘅，唔講該用是按照轉體好搞表然剛結束嘅時間，祝您出門走，你可以將來佢設計嘅心目，面前本設計嘅心，醫生講哦，係幫你輸沙來可以嚇，醫生講，對，做皮肉。看到第3行而已哦，嗰個夢想嘅時間，他繼續叫出來，當當時，因為唔知最少嘅設計，啲藝未來嘅藝係用白嘅，佢都有寫到地方，然後就哇，雞皮疙瘩。係啊，因為以下陸黑你的唱歌有 good 的嘛，陸黑表示其實有一個心願的呀，想要出國嘅呀，他會寫喲。係啊，結果。一天冇上到自家之內提衝過，有可能還是有衝係去比賽有上過嘅，喊你擺去做國術。冇，真嘅冇。沒有這個種子嗎？沒，夢想。應該係一定要設計夢啊，該實行係。可能有一個夢想，夢路冇寫。係啊，係啦，應該係。肯定應該。唔過可能。感覺我咁有可能，我咁做得。哎呦，有間有時比賽都會欣賞、鼓勵運動。你做得去啊？可以訓練一下設計出來喲。係，我想過講，我真的有才跳下，做武術哈。我就看到路啊，我真的走在這條路上要萬歲自己安尼想過。咁人就用時光膠囊下設計新嘅歌曲啲經驗有就是發行。然後係比設計還冇高。對，下一次時光膠囊。迄邊係本學弟妹叫下來。也知道我嘅學弟妹們都定一下，因為呢，我都滿記得我講，你知道馬街會來上愛來參加，記得出講，我唔知客家發現馬街，我懂。就是好奇有一年甚至唔係行年，我講下，爸爸媽媽都會曉曬嘅年人會係啊，都仲見過，記得出種好奇，就會落下發現馬街，還有你係因為有個夢想。對，就是想要錄 MV 呀，對，唱歌哦，對，的夢想。錄來好，對你們有特別的意義，寫得給母校，很特別。其實以前人哋嘅即係學校都會舉辦活動，都會防災演練啊，還是消防局的啊，還是這樣，然後都是有出來英國嘅，古時嘅該用時間從啲舞台嘅時間，就講教師你家做咧出來，學校衝高分，係啦，就是heel上癮的，還有個我們嘅就是學弟妹，然後衝起來一個一定很酷。我當時我心裡就這麼講。然後過社會時間，應該係就是太過愛，有。打都可以幾團呢？同文前，我當然係依個對呢有特別意義嘅素材，想唔到，我都想唔到我依個素材，原來等下都地睇嚟嚇，調一下。咁有時從我聽到，該阿公阿婆家從我講，係啊。但是好美哦！中國叫客家運動好我就哎呦，人家去香港，我手表裡面都得，有太假有點哦，你用太假，就去。
條係同本城二重唱，我係師姐依堂，我係妹妹依切。基本上人哋來到那邊呢，基本上人哋來到新竹的巨城。哦耶！特別唔單止係新竹嘅地標，咩係人哋留下嘅成長記憶，成長記憶。成長嘅記憶，因為之前啊，人哋有比賽嘅時節啊，我媽媽看到我哋有設計頭機上課，都講冇人講。哎呦，人昨天我突然就來到百貨公司買，自己印象出嚟講好，貴嘅衫褲有羊毛出在羊身上，古時候貴嘅衫褲啊，做嘅時間較久，我買出去買好嘅衫褲，和青菜買，古時候嚟看嘅東西吼，哦，然後是點點去做的咧。多穿衣服啊，他會愛兩貼貼，遺憾就感。遺憾就。因為啊，人哋嘅母下爸爸媽媽係做生意嘅，古時候咧，人哋家用時，做生意嘅旁邊都會坐啲人嘛，閒客，家記得就會聊天啊、講笑啊，今日就發現一件事情，就係用白按到你就會按入。還有把個很貴哦，按用嘅啦，打比方按用，然後人就想講，怎麼嘅客講嘢就會冇少按用，嗰時候咧一種睇嘅時節就感受到用會他少嘅時節，糖多嘅激發，嗰時候人就想講，冇人就不用點用路檔。客講嘢唔會講乜街，然後唔會講乜街，冇想到就按到你有按樣嘅共鳴，人就咪興奮起，因為尋找到同溫層。三下來咧，人哋會帶來人哋自家創作嘅歌曲，一首歌曲叫做《小幸福》。因為人哋係新竹關係嘅客家人，古時候咧寫呢條藝術歌曲本新竹關係，如果我知道咧小幸福就係希望都唔過你係客家人，客家人好多人還係新竹人，還係唔係新竹人，都希望聽聽咧都會感到真幸福。客家插窗彩嘅叫江風，飄來淡淡嘅青草香。我希望咧，下擺人哋兩年嘅時間，做得轉來巨城辦自家嘅音樂會，俾大家睇。今日嘅話，我希望人哋做得協定下到嘅讓片俾大家看。希望大家每位喜歡，會多多支持哦。追蹤起來，同溫層。誰來做客？蔓延來了，頭頭戲都係竟然係百貨公司，要用機門真有個機門吼，係啊，你都會想到我以的移民間的節目都會有一趴係外景，係，你會talk到嘛，蠻特別的，就會對人有充有意義素材。啲新竹嘅地方有一句話，就係新竹人啊，用那個時節，唔係去巨城的路上。係哦，真勁，做不用了的時節，給間百貨公司包辦那邊咧，就是地下，好像不知道有幾層，地下幾層可以購買。你係幾好去旺角嘅嗰種哈？其實是喺我媽媽同好去旺角。哦，其實香港嘅時節，我頭嚟把講幾棟好打扮起㗎，係以為那個生了我們4個後就不了。哦，係哦，麻煩本但係會好講誒。那種好講嘛，幾棟好做我們的那個什麼造型師，就 and 嘅神當做嘅係佢會冇賣，如果講上夫吼，我一做就會做客叫掉，當做你做叫，你唔會買緊那個按。哦，太少嘅，可能做1-2擺嘅，有感覺。划算，對，啊，能基本嘅人嚟操演嘅媽媽，係啊，係啊，
那大摆出去，比如讲大哥那种宣传，操心的系妈妈，都係媽媽都會看過，因為冇看過嘅佢都冇買呢。哦，因為大哥，嗰種唔能自家準備，比如我感覺做唔得。佢就講冇木水啊，冇練動啊，因為媽媽知道，然後係節目，所以他打唔到，我強樣。啊，更加假是鄉親朋友時常睇看嗰種短影音，可能會講，哎呀，你講試下冇係很面熟，因為係咩也有嘅人係看到短影音當醫生，真嘅唔睇頭誒，真嘅，也會講到人哋小物嚇，也會別，也都係人哋 iPad 嗰種別，也會同中國冇關啊，冇關，都係人拍嘅樣片，有關，弄會上到拍。安尼啲樣片。哦，因為剛剛頭前有講過，然後不看係做實力嘅，家有時常會聽到，家阿公阿婆家常會講，哦，哎呀，你時常會哦，中學嘅客家語懂嚇，哦，我就，哎呦，哎呀，嗰個北部南部講冇安尼，好嘅多，啊南部係講嘛？我們比較沒有啊哦，中安尼會啊咩安尼，啊咩？對，我們比較沒有啊哦，因為啊哦有一點是會溜嗰度，啊西煙咩北部西煙咩有誒，南部都唔咩安尼，而且我們也比較少啊哦，我係嗰時候，嗰時候，嗰時候蛋白糖到啊哦，韓國。我都感覺係北部，北部人係按你時常談到，時常，你喺狀態嘅時候就發現，佢哋一天會生老病死係人嘅循環，有時候就東西有談到咧，所以人去香港，人哋去香港，我去標啲名都得，佢有太假語點哦，佢用就去冇上過，哎呦，按到印地哦，方面很多，很多，第一個會鋪。一個主題，哦，啊冇想到啊，睇下按要叫咩，哦都引起討論，嗰時候都繼續拍嘅，啊人哋角色分配咪個奇妙嗬，姐都負責做阿婆嘅角色，係，有啲係裡面盧姐姐啊，同貼片啊，佢都會演啊，沒有，我沒有會演，但是我很喜歡模仿。就是啲學教嘅時節，譬如我想講，啲先生啊，做埋一條這樣，哎呦，然後人去學記，哎呦，你看那種，好像哦，你哦，很像哦，真係咁啊！有沒感覺睇影片當中，你還蠻樂在其中嘅？對，其實開心，其實影片後是不得已的，開玩笑，開玩笑。啊，人都會去，應該我拍嘅一個影片咧，如果去認真睇。下巴有乜嘅人可以做題材嘅，會更認真去聽嗬。應該係從細就讀嘅，然後就會同講，做乜嘅一定要按你講，聽下嘅嘛。其實下巴當到表達嘅方式，我聽咗一定係按你用嘅，就是答案不一定是 A，它有很多選項。人就會想會拋出來，和大家嚟討論。分享俾大家，你要當到你有共鳴，然後就會分享幾道幾阿婆嘅故事嘅掉。啊，人都會佛系經營咩？還會訓練自己講，哦，那什麼，人家不是一週幾更啊？然後同這個阿邊行還冇。and 係佛系經營，因為其實自家嘅食譜係學生，不是還係以學生為主。然後這個是好玩，我想講，這個也這麼多人有喜歡，對。呢樣能用嘅路體通研究所呢，能係用哪個想法？就係因為你已經行喺一條演藝嘅路上嘛。如果係我想係繼續去，圖書啦，因為你讀書嘅科系和一個演藝的路冇關係嘛。你係讀商嘅，啊係讀客家，你會想係繼續個進修。因為社會叫我們這麼做，但係如果當然咩毛通研究所啊，懂嗎？係啊，出去問題嘅，出去講，你假使你厲害問題，你聽出來做乜嘅，然後你就去香港啊，就去讀啊，然後你讀這一定對自己有好處嘛，對啊，然後如假使你冇讀，你咩係浪費時間，然後讀了你一定會成長，因為你思想嘅東西，去了太好嘅學生一定冇。
唔攞會讀爽咯，因为我是五专嘛，五专的英文系，然后二技是商社系，就是商业设计与管理。是他用词应该去说就是专辑的二字的专职，而且是专生对。然后两就是说，尬死不会做商品，不会行销没发。好像也没什么用，然後就像個無藝研究所在來研究企劃啊管理這樣。就想會有讓我一個專業，不要單壓在一方。對。唔攞會讀客家咯。我知道，因為太後嘅時間係讀廣電的，是廣電。對，然後我就比較猶豫說，繼續讀該媒體的，還係會讀客家班、客家嘅，咁然後日爸爸媽媽討論以後，日爸媽就講，咁你唔係就是加上有啲嘅客家嘅發通，咁你就讀客家，你就較了解你自家啲嘅中馬嘅。他說好像有，對呀，我很容易被說服。對呀，隨性身體來說服。感覺你係就係啲怪嘅聲音咧。應該做得安嚟講，係糖發，係啊，就也會感覺講也比較光明面，光明面，如果就像你講誒，你拖個如果有收穫，係啊，這個個性還蠻爸爸媽媽會喜歡的。你就會像講，你看你傷心難過也是過一天，可是假使你歡喜，咩係一日。嗰種話冇嘅佛啲嗰嘢。佢似咩？今日咧，地下多煮麵嘅，佢攞翻嚟食好食咧。唔啲對阿兩姊妹嚟講，要貼配印尼嘅料理係嘛嘅，人哋地下嗰度進來。條條大路都能通羅馬，就是如果老天把你一扇窗關着，一天不會可以生活不膩。所以一天不會有最適合自己嘅地方。現在做客半年來了，今日來炒料嘅係同文成一從創嘅一同成一層，人哋節目嗰時候按到年嚇，佢同兩個佢發牌嘅姊妹打嘴鼓啊，也個幾團你看下來食好食的，來看下先對人哋有貼配印尼嘅料理係嘛嘅，上去哇，謝謝，也個係一般都按太長哈，係啊，人哋都係按太長哦。菜包，少少嘅，少少哦，綠色先綠色以後，再來講對人哋貼配。一定愛落地時嘅，落地時嘅，兩樣會變開乜嘢？酸菜哦，我唔知點下，好味，一定會很脆。好好吃哦，開胃哦，有來點啊，牛腩水唔好食，你們是小時候就愛吃嗎？係嘛嘅正餐啊，怕唔咩？正餐，食鴨哦。你睇董淑妃，幼師節係正餐，幼師節是小點心。嚇，你們午餐會吃這個？會。哦，小點心係嘛嘅時節？下晝標鋪嘅時。哦。我會買。會買本嚟。係。身體去維係補習班。對。哦。能夠攝入一些。係啊。就是那個什麼什麼休學競爭大，休學是完蛋！我剛才講什麼？要休學。補嘛嘅，還是補嘛嘅？補關數學啊，數理好難哦。生物。你係成績好嘅幾種啊？還不錯。對，前30%。前30%。就比如說10啊，班排7、8，差不多。因為我會補習，嗰種時常會媽媽會買一個本嚟食。我有小點心，就是你看得倆就啲好嘞，好去補習。那能量咧，唔可以成世要傾下，工作要傾下。係。唔能會潮濕下。你要係丟嘴吧？哦。仲唔可以丟？嚇，唔過唔可以大吵，媽媽嘅好吵。唔會啊，唔會。所以就唔可以吵。唔會，因為人哋有個下思想都聽咗，係都冇嘛會吵。還不會學會嘅，因為妹妹之前去華江嘅時節，我點紅蟲啲茶嘅，係今日姐姐太子啊，就因為佢啲眼會動
动作风潮，其实讲，今日来让你听书做个早餐。但是我心想要像哦，一点啦，给死你去烘手，然后闹钟一响，一起床，姐姐你怎么在这里？他在做那个三明治，对，就哇，大姐果然是大丢丢的，丢丢，哇，像，你对下波嘅唔管係弟弟啊还是妹妹都爱有，感觉得出你们在很有爱的家庭长大。你们这个没感觉嘿？是的，爸爸妈妈对你的教育嘿，就是很有爱耶。对，你们从小都不太被打的那种吗？从小不听话、不乖的时候，或者是磨练公平嘅时间，出个牌牌那样。还有啊，时常都会讲，根本嘅马家东西冇进步，爸爸妈妈听到完蛋，完了晚上就知道，完蛋，然后又不练，然后完蛋，该做秀就会过来，所以，你们晚上冇想到，主演讲冇想到，下一辈会做高数。你们晚上嘅愿望系乜嘅？下一辈刚到长大要当什么？细细嘅时间，就想爱环游世界，真的不用做事环游世界没？可以做事，但是想玩游戏。对，因为细细嘅时间从飞机嘅时间啊，就看到刚那个空姐，手蛋狗长海，冻僵，漂亮，冻僵，然后走过来以后才长发偏东南。对呀，因为你就是一定会有生理的问题嘛，毕竟他一直在高空上，还有时差，然后还有你都得承受那个长期在飞机上的那种味道嘛。有幻想过会做空姐环游世界啊？白天冇一点的，偏没了。当然一整哦，跟俺之前因为俺东喜欢欣赏。那个职业哦，你讲嗰個用衣服那些欣賞，因为我知道欣賞係一個很温暖的人，还有佢會做到一個講講，我欣賞佢啦，還有高長海啊，咔，我就會一個懂困你，就是打扮的懂講，我就會這種哇，你邊語哦，我想愛，哎呦，嗰種係世界世界超懂想愛。当老师，那有閒嘅時間，還會同姐姐講，姐姐，你當我的後生，愛來就是當欣賞來用，家酒啊，扮家家，能夠有嗰種很低沉消沉的事情，會耶，因為還蠻難，應該我懂你很難想象哈，你係用嚟突破嗰些事情，我想不聽書哈，會。但是也有唔歡喜嘅事情，所以同姐姐講。係啊，也唔歡喜嘅事情，沒會同姐姐講，就是很有趣。然後那個心情最沉重，應該就是姐姐，她都在聽。有心情唔好嘅事情，媽媽就會來就講，講出來。係啊，跟全家人比，係啊，就得聽嘅事情，就係全家人嘅事情。哦，是哦，NLB 上嘅就係廣播電台。也不行嘅，不行嘅。那个广播的线路就能知識媽媽就要嚟團能講，所以都執行，就係唔咩咁多嘅出爸爸媽媽會開放，對人讀到困難會去談一嘢。你們家很健康的感覺。很健康。他會給我們一個道路，他說，條條大路都能通羅馬，就是如果老天把你一扇窗關着，一定會有一扇門不你來。所以一定會有最適合自己嘅路啊。不說你能夠是直接去揀路嘅軌道，很快就可以走出來。對。我愛知道因為可能係人哋唔下嘅教用係按用，我說你就會順的就會按用好。但有時你看到自己嘅朋友很低沉、很消極那種，有可能係冇講出來，係用別人爸爸媽媽我。對溝通啊，溝通嘅話嘅都有可能。一天會來面，所以你會讀到，第二次才是少到。如果唔親好嘅朋友，講唔起姐姐。親好嘅朋友，你馬家都啦，有咩啦？你親好嘅朋友係大姐。應該未同結局啊。哇，你嗰好呢？咁你而家唔看，研究所畢業嘅。也差唔多嘅，差唔多，依樣成嘅。咁你會去討論過，咁人哋邊一個後可以用嚟行，
有共过。嘿，对你刚刚用哪些手法？你先不用。我先哦，我知道啊，因为人家都有涂改来救手，所以我想要就是可以去沙飞，可以下世界。我想要去探索一下，看我不因为都涂嘞，走来去看看世界啊，沙飞比该走马街啊。对，想去探索一下。现在觉得没办法吗？没有，我都是该哈。我知道迄无相同嘅不一样的方向。刚想会，从哪方面？我糖豆豆摊人啊，都会讲你吼出沙飞就底咧，那就是我看你出沙飞就底。哦，嘿，就是来这种小的体验，很完蛋的。比较方方，想要做看看看狗我死了，想要做看看社畜啊，对啦，新鲜人的概念哦，社会新鲜，想要去新年条路看哪生？嘿呀，试看，看自己做得做到明白，挑战一下。糖豆跟董演讲，去新年条路冇爱过，嘿呀，想要体验看哪？嘿呀，因为人生嘛。哦，不要乱讲话！那种很普通的跟我发的嘛，因为有时间聊天，广播好像是不知道 FM 不知道什么，就是电台，电台，对。然后呢，主持人去问你知道你人生嘛？他说人生哦，就会起起伏伏啊，才比较特别啊。然后我听完就，人家都说一帆风顺嘛，还要起起伏伏。好了，接下来就起起伏伏了。他们有。讲，这不要乱讲，这不要乱讲，一直乱讲。哦，你想要体验看哪？哎呀，因为都挑战吧。呀，都刚演讲呢。如果你要去当社畜，你们的音乐路怎么办？一样继续哎。对啊，我们会继续。就是音乐是 and hip hop 嘅，and 会 T 恤哈，然后就会 he， 就是譬如说我们现在是学生的身份，但音乐一样有走。然后 and 会想到第一人其实有都硕士，那可以去看看世界。比如说你给自己一段的时间，1年啦，还是什么，去看看人家说的，社会的那种样子，跟你现在的那种样子，哪一个是比较真正是会喜欢？你是按局限，嘿，我只能挑一条路。对，因为他讲 V 了，你就会后悔说，哎呀，我那个青春时间都没有去试试其他的。因为你还给沙比没 slash 啊，斜杠，然后太阳 and 没 so 的。试看，双海台这基本上 and 讲，如果他是过来人的时候，因为他毕业的时候刚好遇到疫情嘛，所以他就去开店。他说，如果他是过来人的话，他会想要先出去外面，然后再回来开店。不过刚好过后呢，彼此还有人的家庭，都是你们过后的本表山后盾。没错。有人的个性，我感觉讲，各种。虽然某可能真给一帆风顺不过我刚好你们就算有福，也会很快起啦。因为你按哪些个性呢？我懂吧嘞，因为佢刚才有要给 B 团的大嘴鼓，所以爱团的聊天完，还有观众看还也会有那种有能量感哈。就算给你冇糖豆口味，爱我是的人，然后有说这个，有，等会是，对啊。如果爱的糖能讲啊，如是啦我。Hello， 大家好，我係同美情二重重，我係自己一頭，我係美美一切。唔知大家有看過 Andrew 嘅樣片嗎？他家人不會說媽，我上電視了，他會阿妹，該係我上天視啦。每週三晚上9點，分享大家實看，誰來做客？會準時實看哦 ，Andrew 張磊了。